用工业用的滚药水来洗地肠啊，实在是真恶心哦！这嘛是先查考，刷来会个爱个检验，看敢有重金属，还是讲有毒的化合物污染。有专家嘛指出讲，会发现这款食安食品安全的问题。这嘛还是讲咱国内客栈的卡手无够，所以嘛呼吁卫生福利部要爱推动食安签证的制度。百威食品公司已经奉下令停工。 不过，外界也是真关注食安的问题，因为这间公司涉嫌摕工业用的滚药水来加工猪肠仔，已经流入去市面，唔知已经有偌济去互民众食落巴肚底。那现场总共有7个双氧水的桶子，其中5桶是空桶。那针对这7桶的部分，已由检方全数查扣，带回后续来做进一步的侦办。动物科的专家严宗海指出，若是食品级的滚药水，在严格规范之下，会当摕来处理部分的食品，不过将其买的产品袂当有任何的残留。因若工业用的滚药水是完全禁止摕来处理食品，所以高是查扣产品还佫无够，还佫要进一步来化验这批工业用的滚药水的成分，才会当真正理清对人体的败害。应该把这查获的工业级的双氧水送验，送实验室化验，说到底这不纯物包括哪一些，是哪一些化学物质，哪一些重金属。 是不是有铅、有汞、有铬、有砷？变了一段时间，就会逼出食安的问题。台北市公共卫生学会认为讲，这显示卫生稽查体系卡手的问题。全国有登记的食品业者差不多47万间，餐厅差不多有16万间。不过全国卫生稽查的卡手敢若差不多700个人，所以呼吁卫福部爱推动食安签证的制度，纳入食品技师甲公共卫生师。在稽核面的时候呢，没有做一个配套措施，叫做平常的突击检查的稽核。那签证制度如果落实的话，可以类似建筑师跟会计师一样。蔡炳谦希望评估试办计划可行性。小苏回应讲，目前已经有完整食安管理的机制，暂时无考虑增加食安签证的制度。未来会当评估规划公卫师来协助理清食品中毒伫咧流行病学的调查甲判断。记者综合报道。